今次為大家介紹尖沙咀嘅元朗冰室。今日帶大家嚟尖沙咀元朗冰室，試下去裏頭嘅食物係點樣啦。我哋預備 ready 入去啦 ，Go！ 沿住門口入去就見到個自助水機啦。入到去環境都比較清靜，可能啱啱過咗食飯時間啦，人流就開始疏散，冇咁多啦。牆身寫住口豬扒專門店，跟住睇下佢嘅實體餐牌。佢實體餐牌咧都有好多㗎，有早餐、午餐、晚餐同一啲特色嘅餐點嘅。總言之就林林總總好多啦。咁大家都可以因應自己嘅權力去選擇嘅。而用手機 Apps 落單咧都好多選擇㗎，因為啱啱我去到嘅時候就係下午茶時間，咁我就揀咗啲下午茶餐嚟點啦。揀嚟揀去都唔知食乜好，因為個選擇真係好多啊。咁最後我決定點佢嘅口豬扒叉麵啦。佢個口豬扒叉麵咧，除咗麵，仲有豬扒，一個蒜蓉包同埋一杯飲嘢嘅。個麵終於送上嚟啦，餐連飲嘢都係58蚊咋。最貼身嘅就係將豬扒同麵分開，啲豬扒切落都好腍身，個蒜蓉包都好嚼口，又唔會太腍，蒜蓉味好重。試下個豬扒先，哇，好腍啊，食到條眉都飛起啊！試埋個麵先，咦，個麵唔會煮得太腍喎。今日我就試咗佢最出名嘅口切豬扒啦。咁個茶餐味道都唔差㗎，大家可以喺唔同嘅時段試下去唔同嘅食物啦。希望大家鍾意今次我介紹，如果大家鍾意嘅話，可以畀個 like 我同訂閱我嘅頻道啊。拜拜。